台灣即馬已經是超高齡社會啊！即馬全國咧上無是有30萬個家庭請這外籍看護來鬥3工，這當中有超過70%攏是對印尼來的。這語言袂通，定定會造成真大的困擾。所以成大的團隊呢是研發一款全台頭一個多語建錄溝通的 App， 無論是華語、台語，也是講客家語，全部攏會甲翻做印尼語甲英語。外籍看護工用家己的母語系統，隨翻做台語，甲是大小姐問，無論是華語、台語、客語，攏總會當互相翻譯做印尼語和英語。這是成功大學團隊研發、全台首創的卡氏多語建錄溝通 App。面對超高齡社會真大的長照需求，全台有約30萬的家庭請外籍看護，不過語言袂通是雇主前頭聽的問題，甚至造成照護危險。團隊毋茫透過這來打破溝通障礙。It will enable the caregivers, Indonesian caregivers, to talk with the grandpas and or the grandmas. 愛有人照顧，請印尼的義工照顧伊8天，所以一開始一個講台語，一個講印尼語，會小拍小罵，所以真麻煩。所以我要想來解決這個問題。中文的部分就有很多現有軟體，但台語就很少，所以台語到印尼語這是我們第一次。那很多的家庭都表示很需要。這唔單單是翻譯爾，嘛整合8大面向的高齡建錄平台，系統內底有豐富的專業照護資源，包括日常生活字卡、醫療書類，也有處理空嘴的引導等，行動無利便的時段，透過簡單的語音指令，就互義工掌握照護的細節和需求。印尼的我一個看護工哦，會當去學着咱的台語，同咱的客家話，當同咱的語言時段來做一個溝通。所有的母語。所有的語言在他們需要的時候是很容易被用到，甚至也很舒適的能夠表達他自己內心的想法。那這個 App 主要有含幾點連結，收錄起來數基本上都會當隨透過語音做翻譯。因講會繼續收各種腔口入去資料庫，團隊按算6月會增加越南語的服務，這回科技的輔助，民間團體嘛對社會支持的產品來做起，協助義工建立連結。繼續提升咱台灣高齡照護的服務品質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